馬迷師兄師姐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甩漏我哋最新最爆嘅馬圈猛料同花生啦。今日馬圈有令人好心痛嘅意外消息，同時亦有國際大賽前夕嘅大軍壓境，情緒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瘋狂拆解今日嘅馬圈熱話。第一單，神操嚴重意外，騎馬人 Tony 深切治療部頑強奮戰。第一單要講嘅係一件令所有愛馬之人都極度痛心嘅事。剛星期一朝早，方嘉柏馬房嘅騎馬人 Tony 喺沙田內圈策騎堅多福嗰陣發生嚴重墮馬意外。據報隻馬當時不受控制撞欄，將 Tony 拋下，傷勢非常嚴重。Tony 經歷咗接近7個鐘嘅胸骨大手術，多處骨折，仲有肋骨插肺，目前仍然留喺 ICU 深切治療部全天候監察。方嘉柏去探病嗰陣，都話見到情況差到幾乎喊出嚟。不過好彩有最新嘅好消息。馬會賽馬事務執行總監夏定安昨晚證實，當事人傷勢已穩定落嚟，並喺轉號之中。方須亦大讚呢個後生仔好頑強，我哋同所有同事都知道佢一定會好返，希望 Tony 繼續康復，進度理想，早日出院。各大賽馬討論區全部都係為 Tony 集氣祈禱。有網民話希望 Tony 大步攬過，我自己都覺得賽馬運動背後其實係有無數幕後英雄默默付出，甚至冒住生命危險。冇咗佢哋日以繼夜嘅神操，根本就冇精彩嘅賽事。希望大家無論贏馬輸馬，都俾多啲尊重呢班幕後功臣。我哋喺度齊齊祝願 Tony 平安出院。第二單，挑戰完美機器。岳品賢魁北美勇逐硬撼嘉應高升。講完沉重嘅話題，我哋轉一轉焦點睇喎。嚟緊4月26日嘅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，主席短途獎即將上演。面對住目前全球評分最高嘅完美贏馬機器嘉應高升，好多對手都聞風喪膽。但係愛爾蘭年輕練馬師岳品賢就話未驚過，決定派4歲暨北美勇逐遠征香港硬撼。岳品賢接受訪問嗰陣，對香港馬王嘉應高升簡直係寫個服字，大讚佢跑法機動，毫無弱點，無可匹敵。但係最搞笑又最真實嘅係，佢話要贏佢的確係極大挑戰，但睇落今場出馬唔滿額，就算跑喺嘉應高升後面過終點，獎金都依然非常可觀係。當然佢亦強調北美勇逐一直進步緊，沙特一役水準極高，絕對有力挑戰。岳品賢呢番言論一出，即刻俾網民讚佢夠誠實同好均真。網民留言笑到肚痛，擺明車馬嚟爭亞軍，第二名都有成500萬獎金，發達啦！係岳品賢識計數項，當執死雞都抵玩，機票住宿當旅行。我自己就覺得岳品賢真係深明大義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呢種務實得嚟又帶點幽默嘅態度，真係抵讚。話唔定北美勇逐真係可以發揮出超水準，逼出一個更強嘅嘉應高升呢，大家拭目以待。第三單，劍指史無前例4連霸，浪漫勇士試閘靚到絕，係同一日大家最關心嘅香港馬王浪漫勇士喺沙田試咗課1600米草地大閘，由布文過檔出市。結果隻馬沿途根本未發力，輕輕鬆鬆跟喺數字天文後面跑第2步頭，爽到不得了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準備好啦，開閘外邊嗰隻球星會撞開個閘咁滯啊！後邊嘅馬啦，咁啊淺藍衫就幸運同行啦，褪咗落去黑衫，咁啊有眼罩嗰隻精彩嚟噶。尾衫黃衫黃魔和道威啦，球星嘅尾4，出邊浪漫勇士啊，大約尾4度啦。
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前面放阿媽大問號啊！數字天文呢就第2位啊，埋邊有紫荊盛世啦，幸運派彩第4、第5疾風財子，第6和道威響外邊呢，咁啊仲有浪漫勇士啊，後邊3匹馬球星幸運同行，黑衫暫時殿後係精彩嚟㗎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呢個呢就係800米段處啦，開始轉彎啊，前面呢就大問號自己一隻放嚟3、4個馬位㗎，數字天文就第2位。紫荊盛世第3，幸運派彩第4，疾風財子第5，浪漫勇士第6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和道威球星啊白衫，尾以淺藍衫埋邊幸運同行響後邊都仲係嗰隻精彩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大問號咁啊，仲有少少嘅優勢啦。見到數字天文開始拍上嚟啦，咁啊再係後邊嘅馬啦，浪漫勇士外邊，中間紅衫幸運派彩，入邊紫色衫就紫荊盛世，再入邊淺藍衫黑帽就疾風財子，最出嗰邊有白衫嘅球星，依家尾衫黃衫黃帽和道威外邊精彩，褪咗喺後邊幸運同行啊！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。數字天文佔先，浪漫勇士綠衫就外邊開始拍上嚟啦，最出有球星，邊贏大閘呢？數字天文埋邊贏喎，呢個大閘啊，中間浪漫勇士係撳住嘅外。布文試完之後大讚隻馬好放鬆，仲話呢課集好好開氣。大家要知道，浪漫勇士如果今次贏埋女王杯，就會成為史上第一匹4勝呢項大賽嘅傳奇。今次仲要迎戰蒙面舞會等海外猛將，絕對係萬眾矚目。見到浪漫勇士試閘咁 fit， 網民即刻起哄。布文騎落去個樣爽到好似揸法拉利咁。浪漫勇士今年真係未見過疲態，4連8實食冇黐牙啦。我自己睇完條試閘片，真係覺得隻馬嘅氣場已經去到另一個境界，嗰種霸氣同穩定度。外隊馬想過佢個關真係難過登天。今次女王杯，我絕對力撐佢寫下歷史。好啦，今日呢個馬圈猛料整合就講到呢度，大家記得喺留言同 Tony 瘋狂集氣，祝願佢大步攬過。覺得條片正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 share 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